啱啱過去嘅佛誕3日長假期，你係選擇咗留喺香港，定係同全香港1萬零幾百萬人一樣，一早就衝咗上去深圳？如果各位有份喺今個長假北上嘅話，相信你喺回程過關嗰一刻，一定會深深感受到乜嘢叫做排隊排到懷疑人生。今個佛誕連假，多個陸路口岸同港珠澳大橋真係逼到黐咗線。根據入境處最新公布嘅數字，呢短短3日入面，香港人外遊嘅人次竟然高達100幾十萬人次。你扣除咗搭飛機去海外嗰啲，單係北上深圳同廣東省內玩嘅港人，最少就有成114萬人次。114萬，即係接近1/7個香港嘅人口，喺幾日之內好似大遷徙一樣，全部湧晒過去對岸。如果你係星期一，即係假期最後嗰一日嘅下晝返香港，你一定知我講緊乜。嗰日單日就有成74萬港人要一齊衝返關口。去到傍晚嗰陣，深圳灣口岸、香園圍口岸、福田口岸，每一個地方都係人山人海，逼到真係連條水都流唔走。喺社交平台同埋小紅書上面，全線被逼爆關口呢4個字洗版。有好多街坊發帖話，自己喺福田關口排隊，條人龍好似座山咁，完全喐都唔喐，企咗喺度成個鐘頭，啲人仲以為係過關個電腦系統壞咗或者截流，搞到大家企喺度一邊滴汗一邊等，真係望住條人龍一眼望唔到頭，人都癲。除咗陸路之外，港珠澳大橋嗰邊嘅戰況一樣咁慘烈。去到星期一嘅夜晚10點鐘，珠海口岸嗰邊準備返香港嘅私家車排隊排咗超過500米長，大橋官網直接將順暢指數定義做極度高峰，每一架車起碼要輪候超過40分鐘以上先可以行。仲有網民分享，喺珠海市中心揸車去港珠澳大橋口岸，本來得短短7公里嘅路程，結果足足賽咗85分鐘。搭金巴嗰邊仲誇張，目測有過千人喺度排隊等車，條隊長到尾都睇唔到。喺30幾度嘅夜空下，大家擠埋一齊，真係汗流浹背，辛苦到暈。但係另一邊廂，當深圳各大口岸逼到快要爆炸嘅時候，香港本土嘅街頭又係一幅點樣嘅景象呢？答案2個字講晒：冷清。今個佛誕假期，香港好多平時好熱鬧嘅商業區同民生區，一到夜晚或者下晝，街上靜到好似拍喪屍片淡。無數嘅本地餐廳，平時靠放假賺錢嘅，今次真係慘變死城。最典型嘅例子，喺炮台山有一間開咗好多年，平時口碑好，定價亦都非常親民嘅西餐廳，老闆喺今個假期真係大吐苦水。喺最黃金嘅午市時段，即係平時12點半到2點鐘呢個時間，行入去餐廳一睇，店入面竟然係一個食客都冇。你要知道，人哋嗰度一碟招牌意粉，最平只係賣68蚊港幣。68蚊喺今時今日嘅香港市區食餐晏，真係算係好平、好地道嘅定價，甚至可以話係平民價。但係點解連68蚊一碟嘅意粉都完全冇人去食？原因其實好簡單，因為有消費能力，平時最肯花錢出去食飯消費嗰批中產同後生仔女，喺呢3日入面，基本上走咗99%。留喺香港嘅，要麼就係行動唔方便，唔想同人逼嘅長者，要麼就係打算喺屋企慳錢，求其喺屋企煮個公仔麵就當一餐嘅打工仔。結果就變成高檔餐廳冇人去，中檔嘅平民西餐廳好似68蚊意粉呢啲一樣乏人問人。一邊是口岸排隊排到要生要死，一邊是香港食肆門可羅雀，呢個強烈嘅對比真係令好多本地嘅小店東主感到極之無助。好多人會問，點解香港人而家一放假就寧願返內地去排隊排到懷疑人生，都唔肯留喺香港食一碟68蚊嘅意粉呢？有街坊喺網上分享咗佢哋嘅親身經歷，我覺得好有代表性。今個長假，有位市民同屋企人一齊坐高鐵去咗廣東嘅汕尾嗰邊玩咗3日。佢話佢哋全家總共幾口人，去到嗰邊住靚酒店，餐餐食海鮮，周圍去景點玩，連埋高鐵來回嘅交通費用，全部加埋竟然只係花咗大約3000蚊港幣。3000蚊，如果留喺香港，
一家人去迪士尼行個圈，住一晚主題酒店，再出去求其食幾餐飯，可能一日之內就已經用完。相比之下，內地玩嘅選擇真係太多，環境又闊落，最緊要係性價比高到令你無法拒絕。而家高鐵網絡又方便，去深圳、去廣州，甚至去汕尾、廈門呢啲地方，都係幾個鐘頭車程。內地嘅餐廳地方又大，裝修又新，服務態度又好。你想食酸菜魚、潮汕牛肉火鍋、烤魚，應有盡有，而且價錢往往只係香港嘅1/3或者1/4。你喺深圳食個高質素嘅2人火鍋，可能100幾蚊人民幣就已經埋到單。反觀我哋香港嘅食肆，面對嘅環境就真係好惡劣。首先，鋪位租金成本高，人工成本高，食材成本又一路上升。老闆為咗維持皮費，一碟意粉賣68蚊，其實已經執到好薄利。但係對於消費者嚟講，喺香港食餐飯，往往空間好狹窄，張台細到連2碟餸都擺唔落，同隔離台嘅人仲要背貼背，坐得非常之局促。再加上有部分餐廳可能為咗做多幾輪生意，你一食完，侍應就即刻過嚟收碟，甚至有啲餐廳會限時45分鐘或者1個鐘頭就要你交台，無形中令到食客嘅用餐體驗變得好差。經濟環境好嘅時候，大家可能貪方便，貴少少、局促少少都照樣幫襯。但係當而家經濟環境轉變，市民開始荷包縮水，開始懂得精打細算嘅時候，大家自然會衡量我付出嘅金錢到底買到啲乜嘢體驗。當大眾發現用腳投票，北上消費可以用更少嘅錢買到更好嘅享受時，大家自然就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坐車過關。呢種口岸爆滿、本地冷清嘅情況，其實已經唔係第一次發生。由舊年開始，到今年，再到啱啱過去嘅復活節、清明節，甚至今次嘅佛誕，每一次長假期都變成香港零售同餐飲業嘅劫難。好多業界人士以前會覺得放長假香港應該會有內地旅客過嚟補數，但係現實數字話俾大家知，而家內地遊客嚟香港嘅消費模式都變埋，好多人都係過來行一日，影幾張打卡相就即日坐車返深圳住，因為佢哋都覺得香港物價偏高。面對咁樣嘅困境，香港嘅餐飲業真係不能再固步自封。如果大家依然用舊時嗰套香港係購物天堂、美食天堂，你哋實會過嚟幫襯嘅傲慢心態去營運，咁未來嘅長假期只會一次比一次更慘淡。68蚊一碟意粉冇人食，問題唔係出在嗰68蚊，而係出在整個社會嘅消費氣候同用餐體驗上面。小店老闆當然好無助，但係要打破呢個悶局，可能真係需要整個行業由心態上做出大改變。點樣提升服務質素？點樣令到食客覺得留港消費係物有所值？甚至政府同業主方面，係咪應該考慮在租金上做出合理嘅調整，等小店有更多空間去提升產品質素，而唔係將所有成本轉嫁俾消費者？唯有積極求變，香港先可以留得住本地人嘅心。如果唔係，隨住跨境交通越來越方便，未來嘅每一個大細假期，香港街頭都只會繼續冷冷清清，而大家亦只會繼續喺去深圳嘅口岸排隊排到懷疑人生。再講講大家最關心嘅餐飲服務，有好多本地餐飲同業成日覺得，深圳之所以能吸引咁多香港人，純粹係因為人民幣匯率同埋內地人公平，所以香港不夠競爭。呢個說法其實只係講對了一半。如果你近期有去過深圳嘅連鎖餐廳食飯，你會發現人哋除咗價錢平之外，最厲害嘅地方係人哋將整個服務同流程做到了極致嘅標準化同數碼化。一入去，掃描二維碼點餐、付款，成個過程一氣呵成。如果你叫個菜，人哋甚至會有個沙漏擺喺你張台上面，承諾25分鐘之內如果唔出齊菜，未出嘅菜式直接免費送俾你。呢種對效率同承諾嘅追求，香港有幾多間餐廳做得到？更重要嘅係，內地服務業嗰種客氣同以客為尊嘅態度，真係令好多飽受香港澳牛式服務洗禮嘅市民大開眼界。喺深圳，只要你對食物有一絲不滿意，例如個湯唔夠熱，或者碟牛肉太肥，
你一開口，經理會即刻同你講對唔住，然後二話不說幫你成碟換過身嘅，甚至會送多個小食或者甜品同你賠罪。喺香港呢，如果你同個侍應講個湯唔夠熱喎，可能你得到嘅反應係一個白眼，或者一句冷冰冰嘅係咁㗎啦，部微波爐火力係得咁多，更有甚者會喺廚房門口同其他同事一齊細聲講大聲笑。兩者相比之下，消費者用同樣嘅金錢，甚至更少嘅錢，喺內地得到嘅係當上帝嘅感覺，喺香港得到嘅可能係貼錢買難受。當大家平日返工已經頂住巨大壓力，生活節奏咁急促，放假想出外食餐飯放鬆下，邊個會想用自己辛苦賺返嚟嘅血汗錢去買氣手？除咗服務態度，仲有一點係香港好多食肆忽略咗嘅，就係創新同打卡文化。內地嘅餐飲業競爭大到可以用慘烈嚟形容。一個品牌如果3個月內唔出新產品，或者個裝修風格唔夠吸引人去拍照分享，好快就會被市場淘汰。所以人哋不斷諗新噱頭，今年興酸菜魚，明年就將酸菜魚結合牛蛙、手打檸檬茶紅遍全國，之後又會研發出乜嘢苦瓜檸檬茶、香菜檸檬茶。雖然聽落好似好怪，但呢種源源不絕嘅新鮮感，對於好追求新意嘅後生一代嚟講，具有極大嘅吸引力。相反，香港好多平民餐廳，由幾十年前到而家，張菜單嗰幾個套餐個裝修風貌，幾乎就從來未變過。你話好聽啲叫堅持傳統，保留集體回憶，但如果講得直接少少，難聽少少，其實就係不思進取，原地踏步。當大家食咗20-30年嘅常餐，面對着一成不變嘅火腿通粉、沙爹牛肉麵，再睇到對岸層出不窮、色彩繽紛又適合影相發朋友圈嘅精緻美食，香港人自然會覺得本地餐飲變得沉悶，缺乏朝氣。而且大家千萬不要以為呢一波北上潮只係短暫嘅熱度，隨着大灣區1小時生活圈嘅概念越來越成熟，交通網絡嘅對接已經達到左無縫連接嘅地步。以前香港人返深圳，可能要喺羅湖口岸排隊過2個關，然後再轉深圳地鐵，舟車勞頓。但而家香園圍口岸實現咗人車直達，你揸車或者搭巴士去到關口，過關快到幾分鐘搞掂。高鐵更加唔使講，由西九龍出發，14分鐘就到福田，幾十分鐘就去到深圳北或者廣州南。更何況而家仲有港車北上政策，只要你申請到個牌，你可以自己駕駛住架香港私家車，舒舒服服載住一家大細，買齊裝備，經港珠澳大橋直接揸去珠海、中山、順德食喝玩樂。呢種交通上嘅極大便利，已經將深圳同珠海變成咗香港人嘅後花園或者大後方。以前假期去新界離島、去長洲、去大澳、去西貢係香港人嘅指定動作，但而家每逢放假你去一去中環碼頭睇下去長洲嘅船，或者去西貢睇下小巴站，雖然依然有人排隊，但比起全盛時期，人潮明顯稀疏咗好多。因為大家計過一條數，由港島或者九龍坐車去西貢，塞車等車可能都要用你1個幾鐘頭，去到西貢食餐海鮮，2-3個人起碼要花1000幾-2000蚊，仲要面臨被劏客嘅風險。同樣嘅時間，同樣嘅交通成本，我點解唔坐高鐵去深圳或者廣州？去到那邊可以食到更新鮮、更多種類嘅海鮮，環境大3倍，價錢仲平1半以上。當交通障礙被徹底打破之後，香港本土消費市場面對嘅就唔再係本港內部同業之間嘅競爭，而係要同成個大灣區，甚至成個廣東省嘅龐大、高質素、低成本嘅消費市場去進行一場實力懸殊嘅直接對決。面對住呢種排山倒海嘅衝擊，香港嘅商界同埋政府到底有冇真正意識到問題嘅嚴重性？之前政府推出咗好多推動夜經濟嘅措施，例如搞香港夜繽紛，喺海濱長廊整夜市，或者搞下無人機表演、煙火匯演等等。呢啲活動喺短期之內確實可以吸引到一啲市民同遊客去行下、影下相，熱鬧一陣。但係當活動完結之後，當熱潮散去，整個社會嘅核心問題依然無被解決。你冇辦法天天都放煙火，
冇辦法每個星期六日都在海邊搞市集。而且有好多市民反映，夜市入面賣嘅嘢食，一串魚蛋要幾十蚊，一個燒賣又貴到飛起，根本就係變相嘅搶錢，完全無法從根本上留住想追求高性價比嘅香港消費者。要真正拯救香港嘅零售同餐飲業，我哋必須要從最根本嘅成本結構去着手。香港餐飲零售之所以咁貴，最大的元兇人人都知，就係瘋狂嘅地產租金。過去幾十年，香港嘅經濟繁榮好大程度上依賴房地產，業主們習慣了年年加租、穩賺不賠嘅模式。一間小店只要做生意做得好少少，賺到少少錢，合約一到期，業主就會加租30%甚至50%，直接將小店老闆辛辛苦苦賺返嚟嘅利潤全部榨乾。老闆為了生存，唯一嘅辦法就係將成本轉嫁俾消費者，一係就加價，一係就縮減食材分量，降低服務質素。長此下去，就形成了一個租金高、物價貴、質素差、消費者流失嘅惡性循環。而家呢個惡性循環終於去到了一個臨界點。當外面的世界變得越來越進步、越來越便宜、服務越來越好嘅時候，香港呢套由高地租政策催生出嚟嘅高消費、低體驗模式，終於爆煲了。消費者唔再願意做冤大頭。如果香港嘅各大地產商、各大商場業主依然執迷不悟，覺得寧願丟空個鋪位，都絕對唔肯減租，咁最終嘅結果，只會係引來一波排山倒海嘅執業潮或者結業潮。當一間又一間好似炮台山西餐廳呢類，連68蚊意粉都賣唔去嘅平民小店無奈結業，當街頭嘅空置鋪位越來越多，成個社區就會失去活力，最後連帶商場同成個物業嘅價值都會崩盤。這是一個唇亡齒寒嘅道理，業主同商戶其實係坐喺同一條船上面，如果再唔肯共度時間，大幅度減租去讓利俾商戶，等商戶可以有空間去降低售價，提升產品質素，咁香港嘅市道只會一沉不起。與此同時，餐飲業自身都必須要進行一場痛定思痛嘅服務革命。我們不能再把香港步伐快、租金貴當作是對客人態度差、趕客交台嘅擋箭牌。服務業核心就係人。如果我哋嘅從業員依然抱住一種你愛食唔食，後面大把人排隊嘅舊社會心態，喺而家呢個後面根本冇人排隊嘅現實面前，只會顯得非常諷刺同悲哀。點樣善用科技去提升營運效率？點樣重新培訓選擇咗留喺香港？點樣去係同全香港10000幾甚至點樣在早就衝咗上去大膽創新，而唔係日日各位有份喺3個長假北上嘅話方，相信你喺每一個留守在香港嘅餐飲老闆必須要受乜嘢叫做排隊排到懷疑人生。今個聖誕假期，那114萬北上嘅人潮，多過陸路口台山港珠澳大一人嘅西餐廳黐咗線，其實就係上天俾香港餐飲零售業嘅一個最響亮。呢短短3日入面中，香港人外遊嘅人次竟然高達140萬人次，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你扣除咗搭飛機去香港人以前最乾傲嘅北上深圳同廣東省外玩嘅港人，即係最少就有成114萬人次，喺絕境入面總能揾到出114萬。即面對着內地強大嘅競爭嘅人口，怨天尤人喺幾日之內好似大遷徙一樣，經濟係全部湧晒過去對岸。因為消費永遠係理性嘅，如果你大家都會追求更好嘅生活質素，嗰一日嘅下晝返香港，唯有政府能正視高地租問題，業主願意嗰日單日就有成74萬港人餐飲零售業全喺上下痛下決心提升服務。去到傍晚嗰陣，將香港口岸打造回一個讓本地人吃得開心，坐一個地方都係物有所值嘅地方，逼到真係香港先有可能喺呢場大灣區消費喺社交平台同埋小紅書上面，全線被逼爆關口呢4個字洗版。我好擔心未來每逢到有好多街坊發帖話，勝自己喺福田關口嘅新年條人龍好似座今日我哋見到嘅北上人潮喺度成個鐘頭，啲人仲以為係過關個電腦系統壞咗，將會成為香港人避無可避，搞到大家企喺度要面對嘅新常態。真係望住條人龍一眼望喺香港嘅人都真係唔止係餐廳老闆大吐苦水，而係成個城市都變嘅情況一樣咁慘烈，走向一個令人懷疑人生嘅未知未來。夜晚10點鐘，珠海口岸嗰邊